早起的国庆大会，立法院长嘛是筹备委员会主委韩国瑜一上台就唱歌感谢去花莲斗救灾的超沙跳超人，伊用3座稳型的崩山湖来比述咱台湾目前面对台海战争、东派恶岛、佮有对美关系3项危机哦。望讲政府会当互危机来转变做护国神山。昨昏传出讲有人用立委的名寄恐吓批去警政署，讲国庆日要伫总统府开枪，所以今年国庆维安嘛较严格。大批维安宪兵人员卡扫今年双十节大会，维安人员高规格，就连总统府顶楼也安排做结束台面，唔敢疏忽，因为前一日传出有立委红毛名寄恐吓批到警政署庆写国庆日，被伫府前开枪扫射。刚刚蛮严格的，就是进来的时候，他要我把口袋东西都掏出来给他看。以前委员本人进来，委员的包包是不用看的。那当然全身扫描还是要做，但今年从最外层开始，委员本人的包包就也要看。确实，维安的强度是升高了许多。目前警方已经在调查，初步研判，会 IP 是伫境外活动现场无出现冲突的代志。立法院长兼庆祝会主委韩国瑜，搁较一就台就唱一首国温加强，向沙条超人致上相关的建议。多少人流血流汗。只是话一顿，韩国瑜强调，台湾需要修复的，毋那是花莲光复乡，搁较以3座稳型的崩山湖，比如台湾东征的规矩，分别是台海战争、东派恶岛、甲对美关系谈判。光电板占用的破坏了我们的山林良田，黑心商人非法开挖的美浓大峡谷。被大罢免撕裂的台湾社会，被去中化所激化的战争激励，我们必须用最快的时间，将这些隐形的、极具威胁性的隐形堰塞湖改造成一座一座护国神山。在野党方面，国民党伫党中央前升旗典礼，向执政党发声。民众党虽然有主席黄国昌传领党籍立委出席，但过也呼吁总统赖清德爱团结台湾。在去年说要团结台湾、要共圆梦想的赖清德总统，可以认真、虚心的想一想，为什么过去这1年，民进党政府带给台湾的只有分裂、对立，甚至是人民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国际局势充满了变数，而对于两岸关系，绝对不可以把整个台湾的未来、中华民国的未来交在华府跟北京的手上，要建构在我们最重要中华民国自立自强。罗总统是任内第2个双十节，前总统马英九表示，因为无法度认同新两国论，今年犹原是选择无出席，但最近甲蔡英文2个人是坐做伙互动热烈，搁较甲后壁的朱立伦参黄国昌，难第4个人做伙。公司新闻采访报道。